廿幾30年前有樣嘢叫打電話聽故事，嗰陣啲僆仔喺屋企冇嘢做就會打電話嚟聽嗰啲故事，基本上係一啲公民教育。仲記得有一個係講啲人太冇公德心，周圍亂拋垃圾，做到啲清潔機械人爆炸。個機械人話：咁多垃圾，我就嚟做到爆炸啦！就係咁爆炸咗啦。公德心、責任心、環境問題、衛生問題、健康問題嘅公民教育可以話係好事。正如我之前啲片講過，呢啲正正係教育嘅目的之一。對於政權嚟講，教育亦係非常有力嘅 propaganda 工具。尤其因為社會資源嘅分配同競爭都受教育水平影響。考試就係個中嘅關鍵，政權可以 set 啲 model answers 嚟逼啲學生背，學生要喺競爭中脫穎而出，就要熟讀啲政權 assign 嘅 propaganda 同 model answers， 而要熟讀同記得，就要將呢啲 propaganda integrate 入個 schema 度。即係學生要說服自己喺佢哋嘅世界入邊，呢啲 propaganda 係正確嘅答案，就係咁，學生就會自己洗自己腦。有啲人天真咁認為政治無關人民嘅質素、性格同睇法。你唔中意某國嘅政權，唔代表某國嘅人就係差。我都想咁樣認為，但可惜。事實係政治，尤其係一啲唔更替嘅獨裁政治，影響緊人民嘅一生嘅生活環境，由出世至死亡、教育、居住、風俗習慣等等，全部被影響甚至控制。當然，某啲人民嘅思維比較敏捷 （open-minded）， 接觸到政權封殺唔到嘅資訊嘅時候，就有機會 develop 到唔同嘅思考，但聰明人始終都係少數，大眾仍然都係一個集體意識。莫講話係獨裁政治，所謂民主自由嘅體制之下，大眾嘅思考模式、行為模式其實都係類似，個個都係出世、返學、畢業、揾工、返工、賺錢。買車買樓結婚生仔退休醫病死亡。理論上政治係可以影響人民嘅思考，就好似中共人係被逼讀馬克思、共產主義、毛澤東語錄等等。歷史亦一樣可以任由政權演繹，但實際上個個都係為維持既得利益，結果無論係獨裁定民主政治，其實都係去返出世、返學、畢業、揾工、返工、賺錢、買車買樓、結婚生仔、退休、醫病、死亡嘅模式嚟維穩。結果對啲不問政治嘅人嚟講，同咩國嘅人打交道又真係好似冇咩分別喎。結果咪又係以文化交流嚟包裝，講飲食男女，但對啲深入思考嘅小眾嚟講就好唔同啦。講親價值觀就係政治問題，講親政治就係價值觀問題。逼人返學，逼人讀某啲資訊係啱定錯，呢個係價值觀問題。但一有定論，即係認為呢個世界或者呢個社會應該點，就係政治問題。你覺得某啲政策有問題，亦係源於你個價值觀 value and priority。當某國嘅人一直都喺獨裁政治下生活，唔知咩叫公平，咩叫自由，走嚟同你講，其實獨裁政治都冇咩問題啊！啲人遊行示威革命真係揾嚟搞亂黨，又或者一啲活喺有公平自由嘅國度，
卻從來都察覺唔到，亦唔去把握嘅人話佢個國家唔係獨裁，但唔覺得有咩公平自由喎，經濟好咩，生活好咩，咁撚樣嘅嘢都講得出嘅時候，你就知大家嘅世界係幾咁唔同啦。撇除智能問題，政治決定大眾嘅體驗同見識，限制咗大眾嘅思考，而會哲學理論批判性獨立思考聰明嘅小眾，就會以自己嘅方法尋求更多資訊。一個國家係可以推行政策，誘使大眾進行哲學理論批判性獨立思考嘅，但睇嚟都冇咩原因誘使一個國家嘅既得利益者去咁做。